天带你打开爱我万岁的彩色世界。然后我妈骂我，然后我就，然后我是个傻子，然后我走了。哇，姐姐可以举个手吗？对了。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，横冲直撞，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。看台了。豪哥那超全面演。不要乱传谣，不信谣不传谣。我理解。我加油！我想带着雷达到他梦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？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。